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咧国内出现2例交斗的本土病例，而且一个个案伫咧新竹，一个个案伫咧高雄，目前拢还未找到感染源。意思讲，这表示病毒至少出现2个区域，社区可能已经有稳重的传播链路。啊，卫福部长释水员讲，有必要来采买着交斗的预防针。国内头一摆出现2例交斗本土病例，分别是住伫咧新竹的40多岁男性和高雄20多岁男性，无出国，感染源各单也无清楚。是一个在北部跟某一个人接触，一个在南部跟另外一个人接触，那这代表病毒至少存在在2个区域。那说不定更多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烦恼交斗病毒已经传入去社区，意思就讲，若是出现发烧、人疲劳，甚至起疹无、看下咧镜头，要注意。不过交斗主要是透过斗阵上好和皮肤接触传染，病毒被拖到空气内底，所以传染的速度会较慢。从目前全球来讲的话，大概有8万多人感染了猴痘哈，那99%以上都是男性，真正是异性恋产生的哈。在全球目前来讲是少之又少了哈，所以这个是如果说真的有女性产生的时候呢，要密切的去追踪它的一个感染源。采购疫苗增加采购疫苗，这个可能是必要的哈。那只是说怎么样去达到这一些高危险群哈？那这个范围哈，所谓的高危险群的范围是多大哈？那这个专家要去做一些讨论。交斗疫情又警报，别阻挡交斗摊开，除了增加疫苗采购，医生嘛呼吁高风险的族群拢要加注意，有相关镜头都要紧去让医生看，可别有病毒搁摊开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